同大家講下體育消息啊！喺港超聯方面，傑志主場大勝富力5-0，暫時重上榜首。由陳君傑報導。藍衫嘅傑志由費蘭道傳中，新組第一時間撞入，4分鐘領先1-0。到36分鐘又係費蘭道傳出嚟，林柱基射出世界波，為傑志領先2球啦。5分鐘之後佢處理罰球，費蘭道門前輕輕一掂，半場拉開3-0。傑志後防有南韓前國腳金東俊助陣，不過所受嘅壓力唔大。換邊後再入2球。艾力士扭過門將，76分鐘射入成4-0。加上88分鐘，費蘭道起腳，新組加一頭入今場嘅第2球，傑志大勝5-0，以1分反壓東方，但係踢多一場。另外九巴元朗補時入波反勝標準浩天，升上第3，就由容日富報導。橙衫元朗上場反勝流浪，今場再次發揮後上精神。半場補時階段，俾標準浩天嘅艾華頓罰球破網。艾華頓換邊之後再入1球，元朗60分鐘落後到0-2。佢哋只係花咗2分鐘就追近，雲迪路域一搖為元朗追近到1-2。佢之後背向龍門試下倒掛，但俾門將托出底線。陳顯光將門將擋出唔遠嘅波送入網。75分鐘為元朗追平2-2。雲迪路域補時4分鐘左腳趟射，元朗連追3球，最終反勝3-2。美軍早前宣布，因應亞太局勢變化，會喺區內全面部署新一代隱形戰機 F-35。但係呢一款戰機一直受超支、延期等問題困擾。利用彈射裝置起飛係美軍艦載機嘅主要做法。新一代嘅 F-35C 戰機，舊年8月喺華盛頓號航母測試升降。不過呢款問題多多嘅戰機起飛嘅時候，再遇上技術問題。用慢鏡睇睇，彈射裝置發射一刻，戰機嘅前起落架猛烈搖晃。雖然未必對機件構成影響，但會危害機師安全，因為佢哋嘅頭盔同氧氣罩會因為咁上下搖晃，機師下巴會感到痛楚，同時睇唔到頭盔內所顯示嘅數據，令佢哋喺起飛階段無法掌握戰機情況，影響安全。測試期間，105次彈射起飛入面，74個機師感到痛楚，另外18人感到嚴重痛楚。有一名機師更加話，任務完成之後，痛楚仍然持續。事實上，國防部大約3年前已經發現問題，但最近先意識到問題嚴重性，決定成立改良團隊解決問題。團隊初步相信，搖晃係由機師位置、頭盔重量、前起落架設計同彈射桿設計等多項因素造成。團隊建議短期內改變機師安全帶綁法，減少頭盔重量同微調前起落架設計等。長遠可能要改變彈射桿設計，甚至改變彈射器壓力，減少搖晃。假如問題仍然無法解決，當局就要重新設計起落架，甚至重新設計戰機，最快都要2020年完成。屆時戰機造價將會急升，原定19年服役嘅計劃亦要延期。喺新聞結束之前，同大家睇下喺東灣 Alameda 嘅風景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個星期日再見。